珠海越買越窮嘅區域啊，邊個買邊個後悔，買咗嗰啲業主咧，全部都喺廁所度喊緊啦，唔係講話樓價跌咗幾多啊，而係你買咗之後你唔割塊大肉，你根本走唔到啊！呢啲地方咧根本冇流通性可言。最近仲有人推薦區域俾你嘅，唔好猶豫，即刻拉黑！如果你外地人唔了解珠海嘅情況啊，最好點讚收藏，避免中伏上當。一就係呢個珠海北啊，本地人都知道珠海係冇珠海北呢個地方嘅，實際係其他中介同埋承建商打珠海嘅擦邊球，賣珠海地區以外嘅樓啊。咁好多外地人唔了解情況，等落訂之後咧，先知道自己買咗嘅唔係珠海嘅樓，無法享受珠海嘅配套、交通同埋教育，到嗰陣時咧已經為時已晚啊。二就係呢個保稅區啦，同樣都係香洲區，亦都叫保稅區啊。除咗2個住宅小區以外咧，其他全部都係商業辦公產品。咁珠海爛尾樓最多嘅區域，商業配套、巴士線路都少，一啲都唔適合生活啊。三就係呢個濱海商務區啦，珠海樓價嘅跳樓機啊，唔係想詆毀佢啊，係本地人都睇唔落去啊。咁買呢邊嘅韭菜咧，9成9都係外地人。咁呢邊嘅地咧仲係填海嘅，咁日後大概率咧都會下沉啊。咁原有嘅商業用地，等呢邊啲樓賣到差唔多之後咧，就改為住宅用地，繼續收割外地人。千祈唔好聽承建商同埋中介吹啲咩橫琴西啊、橫琴後花園，否則日後揾承建商維權嘅隊伍當中咧就有你嘅參與啊。再講落去咧，唔係俾承建商報復，就係同行打擊啊！我喺珠海生活咗咁多年，對呢啲垃圾板塊太清楚啦，所以整理咗一份珠海各區域嘅介紹，可以幫到想喺珠海睇樓又驚揀錯嘅人。仲有20個千祈唔好買嘅垃圾樓盤，有需要嘅罰3個7。咁我係珠海嘅江哥啊，灣區睇樓保駕護航。